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怎么了？周小姐，戴先生出了点状況，请你马上过去看他。什么？永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吃药。永成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卓医生已经在盡力治療了，康復需要時間，難道你不能有點耐心嗎？耐心？我的耐心給你們耗盡了。對你，我怎麼相信你？看西醫做手術，我簡直瘋了。永成，我不想見到你，我不想見到你們。卓醫生，對不起。沒關係，康復進度不理想，病人總有情緒，我理解的。永成的傷勢到底怎麼樣了？他的腿還能走嗎？只要他積極配合治療，很快就能康復，重新走路。但現在最大的障礙不是腿傷，而是心傷。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擊，不願意接受現實。即使我想治療，也幫不上忙。哎呀，大小姐，這廚房太熱了，你看你熱得滿頭大汗了。哎，你呀，要不到外面歇着，這裡我來幫你看着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來。黃大媽，你真是不懂風情。大小姐這補湯啊，是給永成少爺煮的。永成少爺要喝的是大小姐的愛心，可不是你黃大媽的愛心。哼，大小姐平日裡十指不沾陽春水，現在為了永成少爺在做湯。女人吶，只要一愛上了，能為他做任何事，就算再辛苦，也是最幸福的女人。哼，晴兒，你還真多話。哎，瞧這丫頭，說起來跟自己看透情愛似的。哎，我問你，你有那個為他煲湯的對象嗎？當然有了，只是還沒有出現而已。喲，說你胖你就蠢。哎呀，餓死我了！哎，是什麼呀？哎，好香啊！我能吃嗎？這是大小姐給永成少爺煮的，滴滴都是愛心。除了永成少爺，其他人啊，恐怕無福消受了。大姐，看你這一臉溫柔的樣子，真的跟平時不一樣呢。哎，你知道你現在像什麼嗎？特別像15月房的姑娘見到小白臉一樣。你隨我就好了，不要隨永成。唉，真是天理循環，一物降一物啊！你看啊，永成哥比你的脾氣還壞，也只有你能承受得了。你們倆還真是天生一對兒。我誰也不要見。永成，是我。永成，你怎麼了？好點沒有？沒事，我在練習走路。欲速則不達，你別着急，慢慢來。你說我這輩子為什麼就交不上好運呢？別這麼說，你說到哪兒去了？不是嗎？我出生在大戶人家，我娘是9姨太，我是9少爺，上面有8個哥哥硬生生的壓着我。我雖然是少爺，可比下人好不了多少。無論我怎麼做，他們都不會正眼看我。現在好了，我殘廢了，讓他們取笑了，誰又能明白我內心的感受呢？
我明白，我懂的。雨晴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，可是老天非要捉弄我，我要娶你，你爹却偏要我入赘，我要证明我配得上你，却遇到该死的海难。老天爺，你为什么要这麼折磨我？永成，你還記得小時候嗎？我常常一個人躲起來哭，因為我覺得我的家人不愛我，他們看不起我。每次都是你找到我，把我背回家，是你教會我的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是你教我要走自己的路。現在你左一句走路，右一句走路，你是不是時時刻刻在提醒我不能走路了，不能再背你了？我不是這個意思。那你什麼意思？卓醫生說你的腿一定能康復，你要相信他，也要相信你自己。你看，我給你做了補湯，這是我親手做的，咱們喝完湯之後再吃藥，中西藥合璧，你的腿一定能好起來的。來。這些話我聽夠了，聽膩了。你看清楚，我是個廢人。你走，我不要你的施捨。你以為我不知道？你在利用我的可憐，襯托你自己的偉大。永成，你走，走啊！我不要你的施捨。你打我？永成，你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？你為什麼不相信我？我有多麼愛你，你知道嗎？為什麼你看着我痛苦，你才開心呢？再來一巴掌啊！這才是你呀，周大小姐，美麗高貴、聰明又有才幹的周大小姐。你說，這世上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大小姐，能夠心甘情願地等一個廢人呢？我知道你遲早都會離開我，如果你現在就受不了的話，你現在就走，你現在就給我走，滾！滾！雨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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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晴。為什麼你要趕我走？永成，你問問你的心，你真的要我走嗎？如果你真的要我走，我馬上就走，永遠都不再回頭。你罵的沒錯，我想走，我想走，因為我受不了你這樣罵我。可是我走不了，因為我的心已經是你的了。你讓我往哪兒走？你讓我往哪兒走？永成，雨晴，雨晴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傷害你。是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之前對你說的話都是反話，你知道嗎？
一起，我需要你，求你不要再离開我了，好嗎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起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去见你爹。你怎么了？你不信我吗？我等这句話等了3年了。尊夫人的事，还請节哀順變。有心了，周伯父啊，好久不見。其實你的腳傷了，用不着這麼辛苦的走這一趟啊，不辛苦。永成最近都在幫我打理龍門鎮的分號啊，沒來得及看你，還望多多見諒。龍門鎮，我怎麼沒聽說過？在哪裡啊？龍門鎮就是沿河下游100里，翻過2座小山的那個鎮。啊，龍門鎮盛產玉米，滿山遍野都是玉米田吶。那你怎麼不去種玉米呀？種玉米？照你這麼說，龍門鎮是個小鄉小鎮，在那邊開藥店，雖然賺不了大錢，但可以為那兒的窮鄉民贈醫施藥，也是積德。來，請用茶。周兄，其實今天我和永成來登門拜訪，就是想和你說說永成和你家玉琴的事。什麼事啊？永成和玉琴自小兩情相悅，3年前我已經提過親了，當時沒談攏就擱下了。你看，這一擱就是3年啊！現在他們倆也老大不小了，早就到了成家立室的年齡了，也是該給他們成親的時候了啊！哎，我幾乎忘了提親這個事兒了。永成這孩子年輕有為，我也很喜歡他，我也絕對不反對他跟我家玉琴成婚。我記得我3年前說過，要娶玉琴就得入贅。我今天的要求也是一樣的。我當年就說過，我們戴家從來沒有讓自己的子孫入贅女家的先例，我不能破壞祖宗的規矩啊！我家永成是真心誠意想娶你女兒，你女兒要是嫁到我們戴家，我敢保證絕不會讓她受半點委屈。周兄，你又何必堅持入贅呢？你何不讓一步，成全這對年輕人呢？哎呀，不是我不讓步，是你們不讓步啊！再說，你戴家有9個兒子，也不缺他一個，你不肯讓步，我還真懷疑你們永成有多喜歡我家玉琴呢？我對玉琴的愛，誰都不可以質疑。你要我入贅，無非是不希望玉琴嫁給我，你覺得我配不上她。都3年了，你從來都沒有改變過。我記得當年你拒絕入贅，你也曾經說過，你一定會飛黃騰達，要風風光光來迎娶玉琴。我想請問一下，你今天用什麼來兌現你的承諾？我看你還是把你的腿治好了再說吧。你永成，周兄啊，年輕人心浮氣躁，你別介意。其實啊，既然等了3年，也不在這一刻。對。再說了，永成的腳也未痊癒，也不適宜結婚。我看就等他好了再說吧。好啊。好。太好了，太好
別急啊，慢點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差一步。没关系的，你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想你的腿很快就能康复的。来，我们过去坐。我知道你提亲的事了，我爹说话太伤人，但他只是爱面子，不愿意食言。你別跟他計較。是我自己不爭氣，怎麼能怪你爹呢？我讓你空等3年，是我對不起你。你別怪自己，一切都是我心甘情願的。雨晴，我知道你對我好，我不會讓你再離開我，我不能讓你再繼續等我了。我一盡之計就是你離開周家，跟我一起去上海。怎麼了？你不願意跟我一起嗎？不是，我不能離開周家，我不能跟你去上海。為什麼？爹讓我打理信和堂已經這麼多年了，信和堂是爹的心血，也是我的心血，我不能丟下信和堂一走了之。信和堂是你爹的，不是你的。如果你喜歡開藥房的話，我們可以去上海開呀，我們可以創一番事業，那才是我們的心血。可是我爹呢？他歲數大了，二娘又離他而去，他嘴上不說，但我知道他心裡肯定很難受。爹對我有養育之恩，我不能丟下他一個人。你爹他不是一個人，他有天齊。安喬不是回來了嗎？你只是養女，他才是親生的，就算要有人陪伴，也輪不到你呀。對不起，我說錯話了。你說的對，周家不是我的家，是我賴着不走。周家是你的根，是我說錯話，傷到你了。不過你放心，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爹改變主意的。是這個嗎？歐總管，什麼事，大小姐？他在幹什麼？三小姐在學醫理。他為什麼要學醫理？今天早上，老闆讓她來店裡走走，說讓她熟悉一下店的環境。三小姐早上已經巡視了一遍，看過藥材之後，就說要學醫理。啊，是爹讓她來的，還是她自己要來的？她自己要求的。啊，你先去忙吧。二幺叔，是这幾味藥嗎？对，你看哈，這個，還有這個。六六，哎，大姐你回來了，過來。那個二幺叔在教我醫理呢，還教我四字真言，望聞問切。原來腸胃好不好，有沒有便秘，都是從舌頭看出來的。我現在覺得呀，這個中醫啊，真是越來越有趣了。三小姐聰明好學，學得很快。是嗎？六六，中醫博大而精深，是窮極一生追求的學問，可不是小孩子鬧着玩的。我可沒有鬧着玩，我是非常非常認真在學。我以後啊，天天都要來，天天都要跟你和各位大夫學習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要幫你打理信和堂啊，我要幫你分擔工作，好讓爹不要那麼辛苦，我要讓他小顯輕浮。哦。天齊今天在威廉那裡學醫，我假裝去復診的話，說不定會碰上他。希望不要遇上六六那個臭丫頭就好。這位小姐喜歡的數字是7，
討厭的數字應該是6。你說什麼？看你的反應，好像我猜對了。你怎麼知道的？我眼盲心不盲。我跟小姐有缘，我幫你占個卜，問個卦吧，請坐。第23卦，秋水宜人各一方，天南地北恨偏長。相思试問憑誰寄，不盡凄涼枉斷腸。小姐好像是早就心有所属，可喜歡的人呢，偏在遠方，兩地相思啊。確實是這樣的。我在英國留學這麼多年，他卻在北平念書，我們兩個真的是兩地相思啊。恐怕是神女有心，相忘無夢吧。籤文最後一句是寫着不盡凄涼枉斷腸，這個枉字說明了一切。大娘，你為什麼這麼灵驗呢？我這麼多年來厚着臉皮低聲下氣的去追求他，向他示愛，可是他對我毫不關心，依舊冷漠。大娘，你說我要怎麼做，我们才能有結果呢？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這樣吧，我再送你一卦。這是第9卦，韓夫人惜花。滿園桃李正開時，淺白深紅總相宜。何以東風苦相度，曉來折去最高枝。那是什麼意思呢？是說狂風太急，吹得萬花清側，此驚險之象，表示諸事不順啊。那我該怎麼辦呢？幸好有愛惜花者賠回根本，而花復生，此乃有貴人相助，是福助之象也。貴人要險中有救，就必須自己修善，不要亂發脾氣，用愛感動人，自然有貴人相助，逢凶化吉。修善心，不要亂發脾氣，用愛感動人心。還有啊，你幹什麼？心字上頭一本刀，是什麼字呢？人。把這個掛在胸前，時時刻刻記得要怎麼樣？人。對了。哎，大姐，这個賬本我看了半天，我也看不懂，你教教我。不行，不是當家的，不讓閱賬。大姐，我是你妹妹，爹都說了讓我向你學習了，如果你不好好教我，留一手讓我學得糊裡糊塗的，到時候爹知道了又會罵你了。六六，我不知道你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我打理訓和堂是有規有矩的，就算是在爹的面前我也會這麼說，你不要拿爹出來壓我。大姐，你什麼都好，就是吧太固執了，你現在是當家的沒錯啊，但是以後呢，你要跟永成哥結婚，在家裡相夫教子，就不能做當家的了。哦，還是你讓他陪着你當你的跟班呢？我跟永成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。哎呀，這中醫啊講究陰陽調和，這個人要是陰陽失衡了呢，就會百病叢生。大姐啊，我看你就是陽氣太重，比男人還重。
哎呀，你精通医理，怎么会不知道阴阳調和呢？你，怎么样？看见我是怎么缝合伤口了吧？看见了。拿这个自己练练去。猪皮。哎，啊，我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威廉的朋友。你们是这么对待老板的朋友的啊？不好意思，万小姐，卓医生呢，刚才为病人做手術，現在在看檢驗報告，所以還需要您稍等片刻。切，剛才說做手術，現在又看檢驗報告。那你告訴我，我到底要等多久才能見到你們的卓大醫生呢？啊？張護士，怎麼了？哎，林丹，你怎麼來了？我是來復診的。卓醫生，萬小姐前來復診，因為讓她久等，所以所以什麼呀？其實我等不要緊，關鍵是我剛才看見那位大叔臉色蒼白，全身發冷，我是不忍心他久等，所以呢，我才向護士小姐催一下卓醫生。那實在不好意思，讓你久等了，跟我進來吧。不要緊，我呀只是復診，而且呢，我閒得很，還是先給那位大叔看吧。好吧，讓他進來。好。大叔，您先來看吧。好。好久沒有像現在這樣，我們兩個人一起散散步了。是啊，在你去英國讀書之前，我們還經常來這寫生、餵鳥什麼的。我想，那應該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。你現在不快樂嗎？不快樂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人關心我。你可以關心別人啊，施比受更為幸福。我覺得關心別人要比別人關心自己更加快樂。那我就從關心天齊哥開始。你快樂嗎？不快樂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了目標。不會的，你現在不是在威廉哥那裡學習醫術嗎？也挺好的。我爹說的沒錯，我根本就不是學醫的料。我現在連縫合那麼2塊豬皮都差強人意，真不敢想象怎麼給人縫合。哎呀，你現在是實習生嘛，能學成現在的樣子已經很不錯了。我覺得我真的挺失敗的。本來想演文明戲，來拯救人的靈魂，可現在就連拯救人的身體也是有心無力。兔子，好可愛。他受傷了。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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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要幹什麼？我們幹什麼關你屁事！哼！你們說什麼？要險中有救，就必須自己修繕，不要亂發脾氣，用愛感動人。神，小朋友，你看，做人是不是要講文明有禮貌？不要出口傷人哦。再說了，你看這個小白兔啊，它也是有媽媽的，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珍惜這個生命，尊重這個生命呢？你們都趕緊回家吧。回家呢，好好讀書，好好學習，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還不趕緊給我回家！哎呀，天启哥，你真的好棒啊！你居然给小白兔动手術。小白兔，你看你多幸福啊！你今天遇到了咱們未來的神医大國手，給你做手術。好了。看样子真的好了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的这种三脚猫的缝合技术竟然可以救回一条小生命。天启哥，其實你本來就很棒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林丹，我覺得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樣了，我覺得你特別可愛。貴人，我終於碰見我的貴人了，逢凶化吉。誰是你的貴人呢？爹，我給你引薦一位高人啊，水大娘，這位是我爹萬重山，這位是高人水大娘。萬老爺好。啊，水大娘好，請坐。爹，你知道嗎？我最近遇到好多事情，多虧了水大娘為我指點迷津，撥開雲霧見青天。這下我跟天啟哥有指望了。哦，是嗎？哦，古有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，萬老爺雖然沒有親兄弟，卻有手足情。哇，大娘，你說的好準啊！我爹真的結拜過三兄弟。哎，爹，你看我說的是吧？我們水大娘是知過去通未來的人。爹，你生意上遇到什麼問題，一切都交給水大娘來處理。不知水大娘有何指教呢？古有劉邦項羽楚漢之爭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，今有萬老爺大智若愚，忍辱負重，潛水進蛟龍，終非池中物。萬老爺如果能夠立下心志，勇往直前，將來一定能揚眉吐氣，大器晚成。水大娘飽讀詩書啊，出口成章，真讓萬某這種粗人深感佩服。哎，你看我就說我爹肯定是位高人，只是平時有諸多顧忌，有志不能伸。但是今天我們遇到了水大娘，一切都不是問題了。我馬上吩咐下人準備一桌好酒好菜，好好招待我們水大娘。爹，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問水大娘。大小姐，你還稱我為大小姐，就表示你對我們沈家還念着舊情。這幾日你遲遲不肯答復我，我只要你一句話，你肯不肯幫我？這個，就算你拋開我的血海深仇不說，這些年來你受他的嫌棄還不夠嗎？你就不想出人頭地嗎？如果我們兩個人能並肩作戰，有我幫你，一定可以取代他。大小姐真覺得我可以取代他？可以，不然我為什麼來找你呢？大小姐，若不是重新遇到你，我這輩子都不會知道，原來當年那場大火會是大師兄。沒想到他會這麼做，如今知道真相了。為了死去的二師兄，為了替師父清理門戶，為了大小姐一生多年的委屈，我萬福星一定赴湯蹈火，萬死不死。可是大小姐當年的大師兄青梅竹馬，情意綿綿，福星怕全力以赴以後，大小姐最終會心軟，反而會怪罪福星。不，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，我對他只有仇，只有恨。只要能報了大仇，我不惜
犧牲一切代價。既然大小姐心意已決，父親就誓死追隨。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往年这个时候，家里人都忙着为你准備禮物。我知道你最喜歡梅花，我已經為你準備了。你還喜歡什麼？托夢給我，無論什麼我都能夠做到。這麼多年來，我知道我做錯了很多事情，所以你從來不在夢中見我。你還在生氣，是嗎？我亲手摘的，喜歡嗎？喜歡。這個小烏龜是不是二弟送的？這是小福星送給我的。小福星啊，還好。那如果是二師兄送的呢？那就不行。為什麼？為什麼每次他送我東西，你都不願意？因為我怕他把你搶走。說什麼傻話呢？除非你答應。答應你什麼？除非你是我的，我不許別人碰你。傻瓜，帶我走吧，爹逼我嫁給二師兄。可師傅他……你怕你帶我走了會得罪爹，爹就不教你醫術了，是不是？柔兒，我跟了師傅這麼多年，就是為了想學大內御醫術。只要再過幾個月，師傅就會重新信任我。要不然，你再拖一拖。可是除了你，我誰都不想嫁。柔兒，你別哭。難道在你心中，我始終都比不上我爹的那本御醫書嗎？柔兒，我帶你走。明天在小石林，我帶你遠走高飛。大小姐，来人，把這個背叛師門、敗壞門風的不孝女給我押回去！爹，我不回去。爹，大小姐，我不回去，不孝女，不孝女呀！爹，師父，師父，不行，師父，不好動了。走，柔兒，對不起，先委屈你了。我答應你，只要過了3個月，我得到了師父的信任與真傳，我一定帶着大紅花轎來娶你，把今天所欠下的，用我的一生去償還。
一个一个来，別急，排好隊啊！你的，一人一個，都有，排好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通知大小姐！大小姐，包主管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小姐，外边有什么？快说呀！外面怎么乱哄哄的？外边来了很多兵！让开！让开！都让开！你们谁是这儿的負責人？我是信和堂的大小姐，請問這位軍爺突然前來，有何貴幹呢？我們將軍收到密報，懷疑你們這裡窩藏了逃兵。不可能，我們信和堂是開門做生意的地方，不可能做這種知法犯法的事情。這恐怕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的吧？走。是。你別走，我不是。軍爺，這根本是破壞，不是搜查。軍爺，我們信和堂一向口碑很好，我想你一定是有什麼誤會吧？歐總管，他們分明是來找茬的。救命！我不是，我不是逃兵，不是你。等等，這幾個明明不是逃兵，他是黃興文，他是黃興武，他們是兄弟。還有那個是張大光，他們都是雙泉鎮上的同鄉，大家都認得的。別多囉嗦了。帶回去慢慢調查。住手！你們簡直無法無天！誰敢擋我，我就斃了他！歐總管，派人守在外面，直到交出逃兵為止。是，你們找我幹什麼？走，快走！我不是逃兵。歐總管，你沒事吧？你突然衝出來，很危險的。危險的是你啊！下次不可以跟他們硬碰硬，有什麼事情我來擋，知道嗎？什麼捉拿逃兵，分明就是勒索不成，借題發揮嘛！孫大英的人一日之內就把城裡的8大藥鋪連環查封，這擺明了就是向我們中藥業工會時下馬威，這可怎麼辦呢？這幫軍閥無法無天，表面上打着保護百姓的旗號，實際上是擁兵自重，長年累月，從東到西，勒索敲詐了不知道多少地方。這次我周世宏容不得他們在這兒撒野。可是那個孫將軍勢力龐大，不好對付，光一個馬副官就能搞得滿城風雨，我們總不能讓他們搞得不能做生意，這樣我們的損失會更大。我看還是聽聽大家的意見，拿出點錢來消災。萬事以和為貴，我們之前不是有一筆集資？萬萬不能輕易就範，只會讓他們得寸進尺，所求無度。而且那筆錢是大家集資去買全國永久工會那塊地皮用的，我已經跟那個地主商量好了，已經達成協議，他非常願意把那塊地皮賣給我們，只等他從山西回來之後就可以簽約了。至於孫將軍那邊，我會以工會的身份去跟他們交涉，要捐錢免談。我們公然和他對抗，我怕他們是軍人，我們和他們對抗要講究戰術，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士氣，所以我們這次一定要齊心合力，誰都不用怕。大家放心，這幾天你們的損失，我周世宏一定給你們補上。總之，我們絕不能屈服。依你這麼說，那個周世宏
是怎么也不肯向我们孙大将军效忠了吗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我们孙大将军明年就要军备扩张了，如果每个老板都学周世宏那样，死鸭子嘴硬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那我们弟兄们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？他奶奶的周世宏，只要他当会长，我们就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。他娘的，这些下酒的玩意儿，都是一些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，吸得老子嘴都麻了。马爷，您是外地来的，有所不知，这是本地很有名的醉螺，看上去的確是骨頭硬，要想把它吸出來，得找出它的弱點，前後呼應。哎，你試試。好，味道好極了。王老板，你可真有辦法啊！不像我一個粗人，就想不出這麼多的玄機來。來，王老板，敬你一杯。謝謝。王老板，你是一個懂得喝敬酒的人，所以你才有做大當家的風範。不像那個周世宏，他敬酒不喝，我就讓他喝罰酒。我再找出他的弱點。什麼弱點？他有家，有兒有女。如果他少了點什麼，你覺得他會怎麼樣呢？來，乾杯！乾！好了，怎麼樣？不錯，針法嚴密。不過你這個蝴蝶結就沒有必要了吧？多好看啊！還可以吧，比平兒做的女工好一點。以後我要是衣服破了，你給我補啊。什麼？你讓我一個大醫生給你縫衣服，這不是大材小用嗎？你就會縫個針，就當自己是醫生啦。威廉哥，你徒弟還真不害臊。其實天琪啊，他還是挺聰明的，這個人體結構、藥理、實際操作學的都挺快的，他想成為醫生也不難。不過呢，我覺得他不會是一個好醫生。為什麼？所謂醫者父母心，這個病人啊，有時候就像任性的孩子，都不肯按時吃藥，還跟醫生頂嘴。我不是說你不關心他們啊，只是你這個人啊，沒有這個耐心，我怕到時候你把他們都給罵跑了。對，他這個人啊，有大少爺脾氣，又愛跟人爭論，我估計還沒把病人治好，先把人氣跑了。好了，我不當醫生了，我不為禍人間了，放心了吧？滿意了吧？我回家去，我回家。哎，我不讓你當醫生，可我沒說不教你學醫啊。你不適合做醫生，你可以做獸醫啊。這動物啊，不會不吃藥，也不會跟人頂嘴，更何況你那麼喜歡動物，你可以考慮考慮。哎，不用考慮了，他肯定做不成獸醫的。你去學西醫，爹已經氣得半死了。你要是去學什麼獸醫，宰個豬牛羊，都要知道了，還不打死你啊？六六，你這話說的就有偏見了。這獸醫啊，救治動物，他們也是在挽救生命，絕對值得我們尊重。西方的獸醫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，他們用先進的技術給動物打針做手術。軍隊裡面呢，也需要獸醫，醫治軍馬跟軍醫是一樣的。獸醫也可以隨軍啊？哇，太厲害了！我覺得當獸醫挺有意義的。威廉還說要介紹一個獸醫朋友給我認識，讓我再多了解一些。看來你真的決定當獸醫啦？幹嘛呀？我對動物很有一手的。喂，你別自吹自擂了。哎，等會兒。小白兔，告訴姐姐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其實我對動物還是很有愛心的，對不對？哇，好可愛的小白兔哦！我之前聽爹說你丟失了一隻兔子，我在家裡找了好久都沒有找着。後來我在公園裡啊
看到了這隻可憐的小家伙，他受傷了，是我親自給他治好的，現在送給你。丟失小白兔，只是我搜周世宏房間时亂說的，根本就沒有什麼小白兔。你這個大笨蛋！你不喜歡？喜歡。我之前丟的那只兔子叫二二，那它也叫二二好了。二二。667722，念起來還挺順口的。是662277，它的地位可比你高多了。唉，在你的心裡啊，兔子比人都好。你要是可以用看着兔子的眼神看着我，那該多好啊！哼。二，吃菜叶，要不要吃胡蘿蔔呀？唉，二啊，看六六这么疼你，七七也想变成小白兔了。你是大笨兔，他是小白兔，他比你可爱多了。反正在你心里啊，现在只有二，都没有七七了。哎，你快看，二在吃自己的毛。他不是在吃自己的毛，他是在清潔自己的身体，就像我们洗澡一样。你对小白兔这么在行，除了二，你还养过其他的小白兔吗？有啊，我以前养过一只白兔，叫小白。小白，它也是走失了吗？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小白每天都吃菜叶和胡蘿蔔，每天都陪着我睡覺，活了好久好久，老的都跳不動了。有一天，他吃了太多的白菜胡蘿蔔，在睡夢中安詳的死了。二，你跟着六六在一塊兒，一定會很幸福的。小白，好不好吃啊？你要多吃一點哦。師傅，你今天做的是什麼肉啊？是小白的肉。小白，對不起，如果我當時不對你無情的話，我會被餓死的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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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兒？小白，你快出來啊！小白，你快出來啊！小白，我不會吃了你，你快出來啊！小白，小白，六六，發生什麼事了？有沒有看見小白？有沒有看見小白？什麼小白啊？沒看見？難道被人藏起來了？你在說什麼呀？誰是小白啊？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小白！小白！哎呀，這隻兔子要是在市場買，要花不少錢吶。哎，讓我想想。啊，有了！我就燉一個十全大補兔子肉給大家吃。哎呦，對不起了，小白。兔子，咦，讓開！哎，你媽媽，你幹什麼？你為什麼要殺小白？這小白兔是三小姐你的，我不知道，是她自己跑進來的，真是她自己跑進來的。我還在想，哎呀，天這麼冷，正好
給大家燉一個十全大補兔子肉吃呢。哼！香儿，你饿了吧？我正在煮小白的肉，你吃了就不饿了。三小姐，六六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都告诉你了，不要一见四条腿的就杀来吃。这小白兔是三小姐的宝贝，如果真的吃了它，她该多伤心啊！你怎么担待得起啊？你打住啊！你故意挑事呢你！你不就是只兔子吗？有什么宝贝的？就算我真的把它吃了，我买10只来陪你，行吧？哎，你不要说。再说了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三小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，有兔子肉摆在她面前，她不吃，才怪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就算饿起来吃人肉，也不会吃兔子肉的。你怎么能随便咬人的你？哎呦！你要是再敢吃小白，我就吃了你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！小白，別怕，以後不會再有人傷害你了。六六，還沒休息啊？還不想睡呢？你今天是怎麼了？瘋瘋癲癲的，像變了一個人一樣。姐姐看見你真的很心痛，你是不是受了什麼打擊？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啊？如果有什麼心事的話，你就告訴姐姐，姐姐想讓你開心，會幫你的。嘿，這隻小白兔有什麼特別的？你為什麼這麼緊張啊？大姐，你對我真好，可是吧，我不能說，我怕說了你不相信。到底什麼事啊？我偷偷告訴你啊，其實啊，小白它不是普通的小白兔，它是娘的轉生，小白就是娘。你看吧，你就想我肯定是跟娘一樣瘋了。不是，你騙人，我從你的眼睛裡就看出來了，你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你根本就不相信小白它就是娘。我不是不相信，你的說法太離奇了。好啊，你要是相信的話，就喊她一聲二娘。二娘，你太好騙了，你這聲二娘啊，叫得太好聽了。以後如果你想讓我開心的，就叫小白二娘，怎麼樣啊？你耍我！大小姐，這是剛收回來的欠款。怎麼會這麼少？是啊，政府又要加稅了，很多商號一時周轉不過來，希望我們多寬限1個月。他們就是欺負你心軟，誰要債要得兇狠，他們就會把錢先還給誰。做生意就是欺善怕惡，這一點你還不明白嗎？對不起，是我沒有盡力，我馬上再去追回來。算了吧，今年不景氣，大家都是辛苦經營，人家拖欠也不能怪你。我剛才說的是一時氣話，請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沒關係的，做生意嘛，最重要的就是現金充裕。大小姐按規定收回那些貸款是應該的。其實信和堂的資金周轉是有困難的，我們在北方訂了大批藥材，北方大雪封路，現在藥材下不來，我們已經把款給付了，可是貨品卻遲遲未到，我還是很擔心。等暴風雪過了，路通了，咱們的貨也就到了。大小姐，你現在擔心也解決不了問題嗎？本來我是可以等的，可是中藥業工會要興建全國總會館，爹又是工會的會長，這麼一來又有一大筆錢壓着不能動。最近最讓人頭疼的是那個軍閥，這些日子
他把信和堂弄得鸡飞狗跳，没法做生意。爹又坚决不肯屈服，我们不仅要承担信和堂的损失，还要补贴其他药行跟我們同一陣線所虧損的錢。最近的虧損真的是太嚴重了。老板在外面奔波，要籌建新的會館，又要應付軍閥。大小姐，信和堂就交給你一個人打理了。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保重身體。要是你也倒下的話，那老板就更擔心了。你放心，我不會讓自己倒下的。大小姐，你的茶沒了，我去給你添水。哎，這些粗活還是交給下人做好了。你是爹的徒弟，不要總把自己當下人。我本來就是個下人，老板跟大小姐不把我當下人，已經是我的榮幸了。你的戒指呢？哦，不小心弄丟了。這個戒指戴了很多年，丟了真可惜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這不錯，你慢走。看這成色啊！哎，這位小姐，老板。好。喲，是周老板的呀。爹今天沒空，讓我來帶去。好，請周小姐稍後，項鏈已經做好了，我給您拿。嗯，好。來，您看看。哦，謝謝。周老板上次來呢，讓我們把最好的珍珠留下來，說是要穿一條環君明珠項鏈。您看吶，這每顆珍珠都雪白亮澤，大小相稱，現成的珍珠項鏈完全不能相比。周老板說要用最珍貴的珍珠送給他的掌上明珠，真是很疼周小姐您吶。好，謝謝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您慢走，再見。哎，你看這戒指不錯啊，你看，哎，我看看。喲，你看清楚了啊？你看這戒指有缺陷的。喲，你看這兒都燻黑了。大姐，我看看啊，你看，這只梅花玉戒指不是歐總管戴的那只嗎？老板，你從哪裡得來的這只戒指？什麼？你把我的戒指給賣了？哎，我等你這麼長時間你都不來，正好有個老板，他看上了這個戒指，要花15塊大洋買，我當然得賣了。哎，你那個戒指都燻黑了，再放在這兒就不值錢了。我這是替你做了個好買賣啊！這樣一來呢，你欠我那個音樂盒的修理費啊，也不用給了，這不是兩全其美嗎？你知不知道，那個戒指是我娘留給我的唯一的東西？你為什麼就不能多等幾天呢？哎，你買哪兒去了？你買哪兒去了？告訴我！住手！你要的戒指，在我這兒。這是你娘唯一留給你的東西。要知道，有些東西丟失了，就永遠都沒了。可是你的音樂盒壞了，你每天都要聽着它才能睡着。歐總管，你這麼做太傻了。你要是不夠錢，可以……不，我是傻。對不起，大小姐，謝謝你還記得我的戒指，還把它買了回來，真的謝謝你。這份恩情，我歐冠群記下了，他日必定相報。永恒少爺，你怎麼會成這樣啊？你沒事吧？沒事。你有啥事兒？就你一個人啊？哎。
跟人家談生意，喝多了，少喝点。程福，哎，老板，哎，走。叶老板，叶老板，叶老板，走这么快，合同还没签呢。你都醉成这样，还怎么签啊？啊，再说吧。啊，叶老板，永成少爷，叶老板，算了，那个人只是骗吃骗喝，不是跟你做生意的。哎呀，混蛋，都他娘的是混蛋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戴永成啊，戴永成，我看你真是一事无成啊！永成少爷，你的腿伤还没好，你不该喝那么多酒。你懂什么？出来做生意，不喝酒不应酬，谁陪你玩啊？切！也许我不懂做生意，但是我知道，大小姐是真的很关心你。哼，她从来不忤逆，她为了治你的腿伤，她偷偷去请西医，结果让老板知道后被痛骂了一顿。大小姐她忙得昏头胀脑，她连午饭都不吃，还要抽时间去陪你练习走路。她受的这些苦全都是为了你，可是你呢，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我怎么对不起她了？你没看见我在拼命的賺錢嗎？我還不是為了滿足他爹，我還不是想能夠門當戶對的娶她。我怎麼對不起她了？我啊，你明知道大小姐要的不是這些，你當初要是能夠放下身段入贅周家的話，你們早成親了。你為的不是別的，是你自己的面子。你他娘的是哪根蔥啊？我跟玉琴的事，你有什麼資格管？你管着嗎你？我就算是一根蔥，一根草，我也不會眼看着大小姐受到任何的傷害。我說你這下人不簡單啊！我早就應該看明白啊！你不是根蔥啊，你是披着狼皮來充好漢啊！真把自己當個什麼東西了？你以為玉琴會喜歡你這個下人啊？是我沒時間陪她，她找你解悶兒，你只是我的一個替代品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當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了？我呸！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真是恬不知恥啊你！你幹嘛？想打架是吧？打呀！你打我呀！啊，打！你又不是打我！哼！欧总管，你這麼做太傻了。你要是不夠錢，可以……我是傻，對不起。欧总管，這麼晚了，你怎麼才回來啊？你去哪兒了？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？沒事。歐總管，雖然你我是主僕關係，但是從小一塊長大，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。你要是有什麼煩心事的話，就告訴我好嗎？我回去睡了。你也早點睡吧。哎，這大半夜的不睡覺，跑這兒來做什麼呀？到底是大姐傷了冠群哥的心呢，還是冠群哥傷了大姐的心？你在胡說什麼？大姐啊，雖然呢，我們不是親姐妹，雖然我們也沒有一起生活，一起長大，雖然也沒有無話不談，不過你要是有什麼煩心事呢，一定要告訴我。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大姐，你到底是喜歡永成哥呢，還是喜歡冠群哥呢？你一派胡言！哼！好，那就這樣，謝謝你，再見。哎，我剛才跟那個許愛勇醫生說過了，他那兒缺一個助理，
他答应跟你见面，看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学习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阿勇医生，我可是久仰大名啊！威廉，谢谢你，能够让我去跟他学习。嗨，哎，我听你们说那个许爱勇医生好像挺厉害似的，他是学哪一科的？我是说我生病的时候可以去找他看一看。对啊，天冷的时候我也要生病，我也可以去看看。那个许爱勇医生是国内第一批从波兰回来的兽医。什么？兽医？那我就不用去看了。哟，你每次生气的时候跟母老虎没什么两样，你才应该去看看呢。你说什么你？你以为你发脾气的时候比我好多少啊你？我告诉你。天气哥，如果你要当兽医的话，我第一个支持你。我觉得兽医真的与众不同，可以照顾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，真的超有爱心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陪着你，一起去照顾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。许医师的診所開在市區裡，不過一會兒呢，他要到郊外他的小動物收留中心去給小動物看病。是嗎？他還自己弄了個收留站，我倒是挺想去看看的。你把地址給我，一會兒我就去。啊，你真的要去嗎？哦，对了，我的二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吃不下東西，要不然一會兒帶去看看吧。好啊，沒問題。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幹什麼呀？那是郊區，你又沒有養小動物。你要拿什麼去看呢？還是你自己去看？是這樣的，天氣哥，我想看看那間很有愛心的收容所是什麼樣的，順便培養點我的愛心。天氣哥，你會帶我去的啊？難得你這麼有心，當然可以了。跟屁蟲。噓。哎呦，萬大小姐，你已經從收留所哭到現在，哭了1個多小時了。你的哭聲真的比那些流浪貓狗還惡心哦。天氣哥，我頭上都是鳥毛，身上都是鳥屎，腳底下還有貓屎和狗屎，我好難受啊。林丹，咱們還有1個小時的路程就到家了，你再堅持一會兒。對不起啊，我也沒有想到小動物會這麼對你。對了，我聽說呢，小動物對嘴巴上有愛心的人可熱情了，可好了。所以你看，你身上腳上都是他們送的禮物。我六六呢，這個人尖酸又刻薄，他們都不喜歡我，所以呢，我什麼禮物都沒有收到。哎，六六，哎，你說什麼呢你？哎，你們都少說兩句，少說兩句。人家林丹也是為能跟小動物打好關係嘛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哎，啊，你真好。你看你坐這麼久的車，一沒哭二沒鬧的，哎呀，真乖呀！天氣哥，你看那個拐彎抹角的罵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好了好了，這下車！下車！你們出來！出來！都給我出來！下來！哼！啊！救命啊！快救我！大姐，天氣哥，救我！林丹！二哥，你沒事吧？沒事。別動！老實點！別殺我！別殺我！這裡女的比我有錢！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一邊兩個去！兄弟們，走！去啊！去！切！本小姐竟然用自己的拳頭戰勝了你們，下次別讓本小姐見着你們，否則見你們一次打你們一次。天氣哥，救命啊！
琴姐，雨琴姐，快出来啊！天姐可出事了，雨琴姐。林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欧总管，快去给林丹倒杯水来。你快救人！3日之内，若无50万现大洋来赎人，就等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玉琴，这是当年公公李大总管送给你爷爷的，把它也算进去。还有这个唐伯虎的真迹也算进去，看够不够50万。怎么样，够不够？爹，我们现在很多的现金都分散在全国各乡镇的店铺，还有一大笔钱刚刚从山西买了贵货。那我们卖出去的人参和鹿茸呢？只是收了定金，还有很多的钱都没有收回来。如果给我7天的时间，我想这50万不成问题。7天，7天，乔儿跟天琪他们都被那帮人断手断脚了，不能等，不能等了。老板，黑道那边我打听过了，没有任何消息。这么多年，我黑白两道从来没有得罪人，到底谁跟我过不去？要绑走我一对儿女？老板，我想最近能跟您结仇的，应该不是本地人，外来的。难道你是说？爹，我想应该是孙大英那边的人，他们几次勒索我们不成，说不定，不如我们去找他们交涉吧。混账！你想害死乔儿他们啊？爹，就算是他们做的，我们没有证据，现在去交涉等于打草惊蛇，这样会连累乔儿和天琪他们的。这帮绑匪，他们只是求财，我给他们。爹，关群，分号那边可以调动多少现金？分号那边这2天能够调动过来的，顶多10万。还有银号那边我也打听了，就算是借，也得要过上好几天才能凑齐那么多的现大洋。哎呀，过上好几天，好几天，乔儿他们等不了那么多天的。爹，您先别着急，喝口茶吧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3天之内怎么能够筹到50万大洋啊？关群，这个戒指也是当年李大总管送给我的，应该值几个钱，你拿去当了吧。爹，这可是您跟大娘1人1只的戒指，您怎么？大娘，对了，你大娘那边应该还有一点金银珠宝，全部拿出来。她那里还有一只跟我一模一樣的戒指，2只一起當，應該更值錢。你安排吧。爹，這麼做可不是辦法。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，這3天和未來的4天之內，信和堂的資金運作會陷入癱瘓的。我看我們還是去找華科長，報警察局吧。你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啊！你知道警察局人多嘴雜嗎？你能夠保證沒有一個孫大英的人嗎？再說上一次黑幕的事情，警察局的人也有份兒。我寧願花這個錢買喬兒他們的平安。萬一綁匪收了錢卻不放人怎麼辦？你會不會說的是吉利話？什麼萬一不萬一的？萬一不成。對了，我們還有一筆10幾萬的現金，先動用起來。爹，那筆錢可是工會用來興建總會址的錢，可不是咱們信和堂的錢。後天地主要來簽約拿錢的，到時候我們拿不出這筆錢，怎麼跟工會交代啊？是啊，老闆，這樣您會……我不管，只要在3天之內籌到50萬大洋，我就不惜任何代價。你們誰再囉嗦，就給我滾出這個家！水大娘，給您啊。這是第66籤啊，66籤啊，這肯定不是什麼好籤。
不行，水大娘，我要再重新求。不，你已经求过这个签了，再怎么求也准不過这支。可是这签里写的是什么呀？这个签说：色溪坑耳上流声，春木石冈春浮城，冠五六人同六七，五鱼归泳唱幽情。啊！哎呀，完了，这肯定是大凶的签！哎呦，不吉利，不吉利！为什么？这个签啊，本来就是66签，这个签中又写着什么冠五六人同六七，這裡面就有66，還有77咯。那至於那個什麼五魚歸泳唱幽情，哼，還幽情，哎呀，對於我來說就是不吉利。有66、77就是大凶，那到底是？哎呀，水大娘，您有所不知啊，這一次跟我們天齊哥一起被綁架的，還有那個周家的三小姐周安巧，她的小名就叫66，這個臭丫頭給我的天齊哥取名叫77。他們兩個在一起呢，就是6677組合。這個臭丫頭每天拐彎抹角的罵我，我跟你說，她要不是我天齊哥的妹妹，我早就一腳踹過去。我看呀，你太愛你的天齊哥了。讓我告訴你吧，你求的這支籤呢，是上上籤，你的天齊哥會平安無事的。水大娘，那這麼說，我的天齊哥很快就會平安回來了。水大娘，您真是我的活神仙大恩人，謝謝您。傻孩子，你為你的天齊哥已經一天一夜沒睡了，今天晚上啊，要好好的睡，明天你才會有精神，知道嗎？